随时随地，随时随地观察自相续，取舍善恶，调伏自心。久而久之，则相续全部可成为善也。所以我们平常都是要观察自己的相续，自己的内心的想法这个是非常重要。如果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时间久了，慢慢就会一切都是变成善的这个起心动念。从前扎卡波罗摩经常观察自心，升起一次不善的分别念时，这是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就一直都是观察自己的内心，然后就是用一个方式，用一个什么样子的方式呢？他就是准备了很多的石头，那就是小的那个石块那种，然后就石子，然后就分别有2个白色跟黑色的石头，然后他升起依此不善业的分别念时，他放一个黑色的石子，升起一次善的分别念时，放置一个白色的石子。最初是单是黑石子进行什么？进行对峙。进行对峙。什么？进行对峙是吧？对，进行对峙。好，进行对峙。所以他就是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对峙，所以就第一天或者第2天、第3天就这样放的时候，就是很多的分别念都是不善良的、不善的分别念并没有什么真正的比较怎么说呢善的分别。所以呢，就是他眼前看到的大部分都是黑色的石头，取舍善恶，到中间时呈现黑白各白，最后已全部成了白色。所以我们一切时处应当以正念摄持，升起善念的对峙，连细微的罪业也不要沾染上。所以我们从最细微的方式去想，因为很多人觉得就是学习佛法都是必须的要有一个名词比较高的这些殊胜的法得到这些的传承的时候，就是最为殊胜，会有这种想法。但也是要知道自己的内心的这个程度是什么样子。任何一个人都认不出来自己的怎么说呢那个水准，这才是最麻烦的一件事情。所以大家必须得要知道自己的水准到了什么样子的一个程度。那么自己如果是在家里有时间的话，你可以试一下，拿一些白色的东西，像比如说豆子也好，那个怎么说大米也好，或者是什么花生米也好，或者什么东西都可以，反正就是一个白色一个黑色，很简单的。你今天利用1个小时的时间看一下或者是今天利用半天的时间你就看一下，就你坐下来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也应该没有什么想法，但是你就为什么一开始没有想法？因为你就是今天要修善嘛，坐下来的时候一开始修善不知道怎么去发善心，但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是可能是空的看不出来。但是稍微你要给你自己一点点的一个平常的空间的话，你内心里面发出来的所有的想法一定都是实践的想法。所以这种时候呢，你就是肯定把你所准备的这个黑色跟白色几乎可能用不到。这种时候你要知道自己的水平，现在自己的内心的这个修行的所谓的成就也好，所谓的这个怎么说呢水准也好，这些都是马上可以看得出来的就另外一个就相当于是一个当做一个笑话来讲也可以，或者当做也是一个事实的情况。曾经有一位我们那边的一位堪布，就是一个大堪布，他有一个弟子，
那个弟子对他也做了很多的供养吧，然后也是医治他一段时间吧，然后他好像也是好像扶持一些上司啊什么医治，扶持一些上司啊什么就，但是呢他就是没有什么真正的学习佛法啊什么的，但是他呢就是好像就是在供养了一些上司，当然也是一定有那个皈依嘛。然后到了几年以后呢，就他有一天问堪布说：“我现在的修行的成就到了什么样子的一个程度？”他就问堪布这样说。那堪布就回答他，我有点忘记了。堪布好像回答他说：“你没有什么变化，或者说主要是你看你自己什么什么，好像就有点。”一讲的时候呢，就是那位居士可能心里有点不高兴。心里可能是堪布回答的，可能是不是他想要的回答。他自己认为呢，他肯定是应该有一定的成就吧，已经这么长的时间，好几年这样的情况下，那他现在一定有至少就是有一定的成就，应该有这种的想法吧。而且呢，就是真正的没有学过佛法的人会有这些的问题。那么真正的有经过闻思的一个人来说到，就不会有这些的问题。所以堪波呢，就是回答他说你的有到什么样子的成就，应该是你自己知道。那么这种时候他就很不开心，然后他不开心的最后的做法是什么？他就离开了堪波，换了一个上司。那么就是实践人大部分的就是这个样，相当就是虽然是学佛的人，但是没有真正的学习佛法的时候，那就这些的一个选择跟这些的做法，那就看一看，相当就是前面我们就是看个性班公家的他的忏悔的方式跟刚刚那个居士的做法，那这两个有多大的区别？所以学佛跟没有学佛的区别是这样的。学佛跟没有学佛的区别这样，修行要想修的心思肯定是一样的，起心动念，但是没有学的情况下不会修啊，不会修，他精进努力的护持堪布很长时间，而且也是护持一些上师，但是最后堪布的一句话，堪布回答他的话是事实的话，事实的一句真话，他连这个陈述这个真正的这个真话的这个真实的这个话的能力都没有啊。所以那种的情况来说的，那应该我们要知道，忏悔的方式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应该要更加的努力去修持才是对。所以我们要不希望变成这样的话，那么我们从细微的方面去学习，细微的方面去思考。那么我们今天看《普贤上师言教》这本书的时候，这些都是以故事的形式讲出来的。巴遮仁波切对所有的众生有非常大的慈悲心。那么这本书呢，完完全全他流露出来的慈悲的甘露，所以对每一个众生都是一看就是会有很大的收获跟很大的帮助。但是我们看的时候都是会听得懂、看得懂，原因是什么？非常简单。然后内容是非常丰富、非常深奥，所以呢，就是再有学问的一个佛教学者看这个巴遮仁波切的《普贤上师言教》的时候，大家都是非常非常重视这本书，而且是非常赞美这本书。那么，如果今天刚入门的一个师兄看这本书的话，也是同样的有很大的收获，也有很多东西可以看得懂的。所以非常殊胜的一本书，但是实际上我们真正的没有去利用它的话，那只是看得懂跟那么只是听得懂也没有太大的帮助。就像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个这位修行者的这个不是门公家对门公家的这个忏悔的方式也一样。对，
占看波罗蜜，占看这个就翻译上都是以这样直接写的，直接就是那个没有翻译意思嘛，名字都是这样，占看波罗蜜，波罗蜜是翻译，然后占看是没有翻译嘛，就是这种，就是有的时候就是翻译都是会有这些问题，所以就是念都不会念。占看波罗蜜的它的这个方法是非常简单嘛，所有的人都有这个时间，也可以有这个条件，可以思考一下，可以观察一下自己的内心。但是我相信今天我们在这里的所有的人，那么就是跟普贤上师言教这本书接触的时间应该是至少有10几20年的时间，有很多人都有执掌，但是有没有真正的进行过这个方式，我相信应该没有啊，对不对？有没有你们？没有吧所以问题就在这里啊，最简单的这些道理都不去学，不去真正的去修的情况下，就像什么样子的一个饮食，好吃的东西，大家都说这个很好吃，它的介绍上面也有些很好吃，然后吃过这个东西的人都是说很好吃很好吃，那你也觉得知道这个是很好吃，但是你自己没有吃过的情况下，永远不知道是味道是什么样子。有人问你说是不是一个很好吃的东西，那你肯定说那个是很好吃。那仔细的想要问你说，那到底这个是吃起来是什么味道？那你也只能说，哎呀，我也不知道，我也听人家说的而已，我也是看他的说明而已，我真正的没有吃过，对吧？所以就像这样的道理啊，今天我们修行没有自己真正的使用的情况下，我们有多少的善的念头跟我们有多少的不善的念头，这个谁都不知道。所以我们那你今天修的成就到怎么样子，你不用去问人家，实际上自己去问自己。我们学佛的人都是说不依靠神通，不依靠神通的原因都在这里。如果有佛的神通，不是什么不好的，佛有神通，菩萨有神通，修持佛法的大成就，这有神通。但是一个初学者或者是在不懂佛法的人，他们依靠神通是不好的，但是用怎么说呢？那个神通来能够怎么说呢？消除你的业障，能够增加你的功德，有这个办法吗？没有这个办法。所以呢，完完全全靠自己身苦力的努力的修持，依照释迦牟尼佛的珍贵的教法，用这个教育的方式来能够消除自己的业力，能够圆满自己的功德，这个才是最正确的方式。那么这样是最正确的方式的。我们今天讲的是不光是学，而且是在修。我们今天讲的就是大圆满前行普贤上师言教，这不是什么很普通的法门，也并不是什么很浅显的法门，这都是我们已经是密乘的大圆满法的前行。这就是在已经是进行修持的时候，进行修持的时候，我们就要怎么去修，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把这些细微的部分可以去学习，可以去使用，拿这个来可以作为自己的功课，这些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把这个停一停，然后放在那边，停一停放在那边，看一看书放在那边，到了最后就看都不想看，听都不想听。原因是什么？没有真正的去使用啊，没有真正的去使用的，对你的内心不会有什么帮助。所谓的帮助是什么？就是成就。对你的内心没有帮助的情况下，你不会看。就像我刚刚前面所讲的一样，一个饮食，你没有去使用，没有去吃，你不知道这个吃了以后会怎么样子，或者是吃的过程当中味道会怎么样子，都不知道的情况下，你每天想要看一下这个饮食的图片吗？或者想要看一下它的说明吗？不可能的事情嘛。因为什么？自己没有去使用过嘛。那如果是你自己去使用了，那这个就不好吃，那你就以后就不用说嘛，就是一提到的时候，这个就
不好吃，会这样想嘛，对不对？那吃过了很好吃，那你也一定会经常吃，或者是提到的时候，你对心里就想，哦，那个就是很好吃的一个东西，这是肯定的嘛，啊。自本作人着康州